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2月初1。提摩太后书1章8节到10节。所以，为着咱的主做见证，唔通感觉见笑，嘛唔通因为我为着主做受患来感觉见笑。就照上帝所赐的气力，为着福音，甲我做伙受苦。上帝救咱，竟调咱做伊家己的子民，毋是根据咱的行为，是照伊家己的旨意甲恩典。这个恩典伫万世以前，通过基督赐予咱。这个恩典现在通过咱的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，已经实现。基督已经毁灭死亡，佮通过福音，将未败坏的活命显明出来。保罗对提摩太提醒，就是咱为主做见证，唔通感觉见笑。保罗伫遮嘛勉励伊，唔通因为保罗为主受怪家来做见笑。反倒转，就爱照着上帝所赏赐的气力，为着福音来做伙受苦。因为上帝拣调咱是真做伊的子民，这个真做子民，毋是因为咱的行为，乃是照着上帝家己的旨意甲恩典。也因为是旨意，是上帝的恩典，所以这个恩典毋是人做啥物来换的，是上帝白白赏赐咱，透过耶稣基督替咱死，来拯救咱，来败坏魔鬼撒旦的作为，将这个福音来显明出来。感谢主，也互咱通知，咱是毋是有勇敢来为主做见证，无感觉见笑。愿主使咱每一个人有勇敢的心，来对人宣扬救主的福音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